冯昭仪，还不向本宫行礼？皇后娘，女子膝下有黄金，只跪苍天与双亲。为什么要跪你啊？娘娘，你没回宫的时候，这里都很和气。自从你回了宫，搬弄是非、献媚妖丑，目无皇后，该当何罪？你是说皇上总住在朝阳宫吧？哼，我还不稀罕呢。你要是喜欢，让他睡你那儿，我一个人清静，求之不得呢。你这个贱人，难道是讥讽本宫没有你的狐媚手段？哼，贱人这个词你就别形容我了。论年龄，我是妹妹，你是姐姐；论先后，我先进宫，你后进宫；论名分，我是昭仪，你可是皇后啊。贱人这个词儿，姐姐，你可是更上一层楼呢。娘娘别说了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冯昭仪如果不是病了，这个皇后是谁还说不定呢。这个贱人出口不逊，给我打20大板！是。皇后娘娘，我看你脸，别过来！皇上要是知道了，看你们怎么交代。好啊，给我！皇后娘娘，皇后，皇后娘娘，走。奴婢告退。娘娘，我就不信，弄不死你一个冯昭仪！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娘娘。